太肥了。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肥》，我是主持人陈美珍。今天到节目开始以前，先请教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一个问题哦。你唔讲係咪有需要照顧嘅病人，也講需要照顧老人家呢？其實係咪80歲以上嘅長期需要人來照顧？呢個時間你要幫人解決照顧嘅問題，喺請外勞也係送到養老院去，也係講子女先佢睇下輪流來照顧呢？啊，像咧老人照顧長期照顧嘅問題呢，係千嚴重嘅問題，你下大家都來面對哦。根據呢統計呢，到民國100年嘅時間呢，全台灣需要用長期照顧嘅病人並老人家是有27萬3多哦。不過呢個照顧嘅合計嘅人力只有6萬3。呢個情況假使冇改變嘅話，到2015年，也就是民國104年嘅時間，呢需要照顧人數呢會增加到32萬3多。該按多人需要照顧，但是只得提供合格人力係按少，亦都需要照顧老人家，佢哋用辦法來解決佢哋照顧問題，係兒老外還有政府一對共同面對嘅，而且今邊人都太平地度共同關心話題，兒老外嘅老問題。馬上為您介紹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勞動事務議院長陳永新陳院長，你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沙田委員會嘅係老人福利聯盟推動嘅秘書長吳玉琴，吳秘書長你好。大家好。再來係台灣長期照顧發展協會嘅全國聯合會嘅理事林麗英林理事你好。大家好。沙田係立委劉建國，同時係你立法院沙福範圍嘅委員會嘅總嘅委員劉立偉你好。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好，其實到民國100年3月31號呢，你政府是有提出那種嘅長期照顧服務法嘅草案啦，然後同佢睇人講嘅長照法。那長照法呢，呢種嘅法草案提出來以後呢，引起人民間很多青島團體冇共樣聲音咯，都對呢法佢一旦做下去嘅時間，會有產生乜嘅影響？係咪真係符合呢下台灣社會對啊長期照顧老人長期照顧嘅需要呢？我想先聽新聞記者講頭，可以同樣片來了解一下。天天強順嘅音樂上，用戶自己嘅老人家天天音樂一鋪嘅用數用腳。根據統計，台灣一下需要長期照顧嘅老人家，大約有70萬人。照顧老人家係每一個家庭一定要面對嘅問題。最忝就冇人好輪，就最忝。因為年紀了做些冇衰，不就要照顧佢，就變兩邊都冇衰，貼到平都冇起來的。我們做媳婦的人，我單獨一個兒子的，我先生要上班啊，我們就要照顧他，還要給他洗尿布，要餵給他吃，要買東西給他吃，一天要午餐。2餐點心，3餐飯這樣，所以自己弄到會很苦啦，真的很辛苦。有人做在台灣休息一下，係照顧老人家嘅人最大嘅需求。我家講都在醫德啊，本人照顧啊，我是唔是照顧啊？去看看那天啊。你就感覺講安尼有機構來使用啦，有人聽數安尼都清楚。有人聽數是較好啦，較輕鬆啦。為咗應付台灣高齡化社會嘅需求。就是人行政院核定長期照顧10年嘅計劃，唔顧政策嘅好意，實體法令經修正，再加上5年嘅農業條款嘅壓力，聽到業者係因為無法突破建築法規嘅規範，陸續退出嘅老人照顧嘅市場。那因為很重點是民國96年7月30號的時候，老人福利法修法，相對設置標準也一併做了一個修正。那這個修正呢，是有一個5年的落日條款。好，那也就是在今年101的7月30就會到期。譬如說老舊的公寓裡面，它的樓梯、它的電梯，它要怎麼去修改它呢？另外在裡面的一個床位數的一個配置，包含說原本並沒有床跟床中間必須要相隔80公分，但是現在新的規定裡面呢，這些新建通通出來了。所以很多機構，它在沒有辦法符合這一些硬體的要求之下，相對它就必須要結束它的這個服務。
养护机构的业者就讲，73亿的大限一到，假使政策还系无改变，存下来的养护机构就算得出来，未来也对老人家爱依赖，从这政策使本老人的照顾问题变得很难严重。好，新闻样片讲到了新的长照法嘅推动呢，可能比较做本来老人照顾问题变得很严重哦。那这个不可能去照顾的呢，变得非常的甜哈，望以后台湾哈，可能照顾人这个偏都是。照顾出来了哈，那要机构要读到的问题是讲，那种的落日条款马上是到位啊，7月30以后马上是到位。面对一样譬如讲，天台不用下两种的偏重按法的，天台用判法来做，这种老人养护机构的话，可能连下轻度的养护机构都会面临冇办法做下去的问题哈。刚才你看下疏失了哈，全台湾成绩当好的绩优的这种老人养护机构哈。因为一般都台北市，好，不过对有了这个落日条款之后呢，可能另一般，这样绩优机构另一般也会让一台班了哈。是在里面的建筑法规，还有他们有些这个现有的建筑可能没办法符合法令的这个要求来部分了哈。但这个也可以讲，疏失是讲，民国89年时间，全台北市哈，所以台湾首善之区台北市，在民国89年的时候，200多家的老人养护机构。到今年101年3月份为止，存到132件，少掉将近80家的养护机构哦，老人养护机构。一个机构我们很保守的估计，就算是10个老人家好了，80家不见，就是800个老人家。那800个需要长期照护老人，他们去了哪里？这800个家庭怎么样去解决他们原本的这个照护的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陈院长，就是说，您投身老人医疗照护这一块蛮多的时间了。那我也知道说，罗东圣母医院现在在筹建一个老人医疗大楼哦，是什么样的原因？你们觉得说需要把老人医疗或这个东西独立出来？难道原来的医院不能做吗？原来的体系没有办法符合这些需求吗？您看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也不是说特别要独立出来，而是说在医院里头确实为了老人来设计的一些设施或者空间，就要增加他就医的方便性。因为事实上现在大部分的医院啦，尤其是如果偏远地区或者是农村乡下的医院，我看就医人口1半以上是老人家。因为我们台湾乡村存在着非常的，因为年轻人都到都市来了，人口老化的问题。对，所以越是农业的县，越是偏远的县，其实老年人就医的这种问题，其实已经非常严重。那更不要说到他如果有这个失能啊或者失智的时候，他需要长期照护，这一方面的设施跟专业能力也是非常的不够。好，谢谢陈院长。严重佢从医院佢看到的，台湾都利用前空14年，而且民国103年是编做的联合国所天然嘅超高龄嘅沙费，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得你不得不来面对哈，从医院。可是，后面你医院需要啦，老人家来看医院，看病并且照顾的需要开始做改变。那么，法令上要做调整了哈。然后听到人讲，老人家需要照顾，不过巴士量表哦，这个分数这个评选太严苛了哈。所以你还有宣布讲，后面讲，开放80岁以上，不可以讲有80岁以上老人家的话，可能是说有办法来申请所谓的安老哈，来照顾80岁以上的老人家哈。都来看一下，巴士量表哈，要制度上改变哈。台湾看到医院发现一样需求，还真实上看到一样需求，看一下啊。所谓巴士量表是讲0到12分是完全依赖，就是他是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可能是失智啊、失能啊等等。那21分到60分是严重依赖。那现在变成说80岁以上，可能就有这个符合60分，有这个严重依赖这样的需求，就已经可以来申请这个外籍看护了哈。那61分到90分是中度依赖。那90到99分轻度，然后100分是完全独立了哈。所以变成说，连他从巴士量表也开始的改变，是不是？大家他个当然抢爱了哈，像本国的劳工头发讲到，让6万3都就唔拉抢哈，唔拉符合安多家庭的需求哈。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反映出个老人嘅长期照顾真嘅係非常大嘅问题。当然，台湾看到也。如果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家的话，其实照顾的人要付出很大的。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林丽英林理事，就是说。长期照顾的家庭里面，他们最常遇到的照顾者，好，他是照顾这个老人家，这个照顾者，他们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那这部分是我们
会去调整巴氏量表或提高放宽的标准的原因之一吗？这个部分呢，在一般来说哈，在家庭里面，如果刚好碰上这个第一次失能的，是照顾在压力上是最大的，因为他不知道很多家庭实际上他是认为说我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他是可以再回复的，他并不知道说这样子状况发生之后，他有可能是要被长期照顾的。我想这样的压力在我们在经验里面是比较常见到的。那至于这个巴氏量表的要怎么去调这个部分哈，也我觉得啦，不是我们在这边说一说，然后就可以去代表所有的那个。可能每一个需要提供这种服务、被提供这种服务的家庭，它的都是by case 是不一样的。对，有可能有很多是个案式的，是没有办法一概而论的。那当然也有人讲说，这个巴氏量表的放低之后，好像就是说会解决一部分这看护或照护的这些人力了哈。比如说，就因为放宽外劳的这看护标准了嘛哈，那好像是觉得说，这个部分是对本国劳有一些这个影响啊。但是呢，我们也来看看，其实我们的这个政府也有训练，每年训练很多的这些居家照护员或者看护员啊。那这些看护员是不是真的能够被机构或被这个一般在居家照护人所用呢？请看一团心底话。特别照顾老人家吼，实在又辛苦。如照顾到我一間無法度腳開到吼，將搶愛路啊，你啊有愛路搶吼，做下吃人地位安樣。老人家需要的做愛到啥，講細心的照顧啊，要有5顆星啊，照顧老人家一個看護啊，最重要一點就是將心比心。在护理人力上面呢，希望可以多安排一些人力这样的，因为其实在这边疗养的老人家，当然是以慢性病或者一些失智的老人为主，当然是希望营造可以像一个家庭的感觉，并不是说来到这边只是一个机构。为什么要用外劳？是为了要节省成本嘛？你们不是在扼杀台湾的就业机会吗？坦白讲，没人知道我的听力多。我们每次需要去征台籍照顾服务员的时候，我们千辛百苦。但是我们永远征不到人。当我们跟政府反映说我们征不到的人的时候，政府给你的回答就是我每年都训练上万个照顾服务员。我觉得政府怎么没有去对这些已经结业的照顾服务员去做就业职场的追踪？他们一年训练了60个照服务员，他们到隔年60个全部离，就是没有半个人是有投入到这个照顾服务市场。讲到老人的长期照顾，可能照顾的人、照顾的业者，大家都无像样苦，像那个讲啦哈。不过台湾有个人讲得很好啊，说照顾老人家或长期照顾需要5颗星：爱心、恒心、耐心、将心比心等等哈。我想再先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吴秘书长，就是说从人力需求上面，我们现在把巴氏量表也放宽了啊，就是说本来是要低于35分，就基本上就是要完全依赖才能够请着外籍看护嘛。现在是把巴氏量表放宽，好像人力上面觉得好像是得到暂时一个舒缓了，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想再稍微做厘清一下，是最近是劳委会有开会邀请的长照小组的委员，还有这个部会来做跨部会的讨论，但案子还没定调啊，就是说要开放到60分这个政策还没有定调，还要再经过他们外劳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审查的一个机制才会定调啊。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对于80岁以上，然后再加上所谓60分以下的一个巴氏量表的评估，那这个其实是大量放宽哈，大概有3万多人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我们未来会有新增3万多个外劳会进来哈。那这个部分其实对整个本国的一个长照的一个推动，我们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冲击的哈。因为原来这个外籍看护工的一个成长，大概1年大概1万多人而已，那现在一下子开放3万多个人，事实上这个冲击还是有哈。那刚刚其实主持人也在问，或是在影片上也提到说，那我们这些本国训练的照顾服务员真的都没有，为什么都不留下来？事实上内政部也做过相关的调查哈。碰到一个情况，当然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照顾服务员，大概1年大概训练5-6千人啊，但是会到哪里去？因为他还是跟薪资结构有关，很多人就会到医院去当看护工啊，因为那边的费用收入比较高。第二个是这些人离开了这个照顾的现场，那他们为什么离开？
其实还是有2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薪资待遇偏低，哈，第二个就是他的专业形象没有被建构起来。也就是说，其实为什么跟外劳有关？外劳因为长期以来就是第一个是低价，然后大家民众对于外劳的使用就把它当佣人。有点是奴仆的感觉哈，没有给予一定的尊重哈。那所以在对待我们这个本国的一个照顾服务员，虽然他有经过相关的训练，然后刚刚提到要5星的一个照顾的品质，但是他可能还是常常被当作佣人。好，也就是说他的专业形象其实会影响他留在这个职场里面，他会觉得不够被尊重。所以我想这个都有一些联动性，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国人对于这个外劳的使用有点。过于应该是说比较不尊重了哈，所以价位过低，所以跟本国的价钱一比起来，就觉得本国太贵了。那我想再接着请教我们的这个李理事，就是说，那目前这个长照法里面，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草案里面就讲说，未来长照的这从业人员啊，他比如说要接受一定程度的这个教育训练，而且他每6年要重新再来。这个调整一次啊，就接受一定积分的继续教育，而且这个要登录在长照机构里面。可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就像为什么我们开放巴士量表放宽是因为很多人他是不见得是在机构里面的，他是在居家的。那如果说将来就是一定要把这些人员都登录在长照机构里面的时候，是不是其实大部分的老人是在家里面嘛？那这些人员又登录在机构里面，这样的落差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个现实上的困难？其实在我们这个要分2块来说哈，就刚刚的以那个巴士量表，以外劳来讲也要分2块，一块是在居家里面照顾的，另外一块是在机构里面的。那机构这一块，其实它的基本薪资已经不是15840了，它已经被连调了2、3次了，听说还要再调1次，就会变18多，本来现在是17880嘛，会再调。所以说这一块跟那块已经不一样，而且在机构里面呢，它是还有一些加班费的限制，所以已经还有它时数上的限制，已经不是在居家里面。居家那个是真的是刚刚我们吴玉琴那个理事长讲的，秘书长讲的，就是他就是实际上他是真的就是时间可能是工作24小时，也可能是很多事情都要一起去做的，不是说我纯粹只有照顾我这个老人为主。那在机构这一块，有关于到我们那个教育训练的部分呢，实际上是在卫生署这一块，还有从业人员的积分就是150点，这个是每6年。可在机构里面也有一个规范哦，它是每一种职等的人，他就必须要有一个20小时的教育训练，所以这一块又不太一样。那20小时呢，有可能很多东西它是会把这个时数上面就是会把它拉宽了。为什么会拉宽？是因为我是一个护理人员，可是如果我当机构的课程跟我原本那个150个积分的课程时数是不被认的时候，我的教育时数实际上是增加，不是只有150点就可以去看的哦。那教育训练会影响到什么？你在机构里面实际上人力上面都已经很紧了，那照护员这块也相对的是一样，那照护员也是一样被限制是20个小时。那你在照护人力不足的情况，人力很不足的情况之下，你要排出去受训，还有课程，你到底一种课程里面能不能排这么多的梯次，让这些人都是符合去上的这个课程，这也是个问题哦。还有就是说，到底他这个刚刚也提到哈，在医院里面的这个照护、这个看护，他其实是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规范，所以呢，那会不会把照护员更流到那一块去？实际上，这个是从这里就更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可能问题也非常严重，但是我想从这个政策面来看，想请教委员，就是说您自己也提出了一个版本的长照法哈，那您是看到什么样的问题？那您觉得说目前这些版本里面，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共通点，或者说共同要面对的问题是还没有整体的共识还没有被建立起来的？我记得委员版跟民间版提出来的，跟院版的行政院版本最大的差异，应该讲不同点比较快哦。是。应该最大的差异就是说，一个长期照顾服务法的草案，既然院版提出来，我记得好像56条的样子，然后他如果把第8条拿掉，就变成长期机构管理办法，它就是等于在这个法律是在管理机构，就是很本末倒置。对，你照理讲，你用法律的一个位阶，是希望我们长照整个体系可以有更健全、更周延性的一个法律来规范、来保障。那怎么会把56条的一个草案里面把第8条拿掉，就变成一个长期机构的管理办法？
你这类法是要来管理机构的，哪里讲你就用办法去定就好了，你干嘛定在母法里面，定在法律里面的位阶？所以最大的差异是在这个地方，这第一点。那第二个差异是说，有的人版本他期待要把外籍看护工纳入到长照的体系里面，这个有蛮大的争议的哈。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把外籍看护工纳入在长照的体系里面，那这些外籍看护工他是不是要符合劳基法？那符合劳基法的话，相对它成本是不是要再提高？对，那问题又来了，他是不是要接受一定程度的这时数的这教育训练？6年也要来这个接受评估一下？就基本的工资，他就不能抵触到劳基法嘛？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冲击会更大？不过刚刚我们也讨论到说，即便是针对这个管理机构来讲，哈，这个落日条款哈，这末日条款是到101年7月31号就是一个大限了。可是对这些机构来讲，它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譬如说它的这个电梯或楼梯要能够2个病床都能够进去。我刚才讲啊，可能台北市有一半甚至很多就不见了哈。那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变成说，这个好像是很多问题，但是都是在同样一个时空点发生，我们必须一一来厘清，一一来这个讨论哈。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一般的机构对于这样一个落日条款，或者说马上要上路这新法，他们觉得说这个法对他们来讲，到底是辅导协助比较多，还是说其实是更限缩了台湾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照护的需求的人力市场，还有这个影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心底话。差不多10年前，政府规定讲要立案，当然个目标是很明确了方式可能一年的改变，佢个建筑的格局啦民众的仓储的规定啦，所以了就业者变到无所适从啦，因为可能你2年系规定2年，2年后可能专家学者又提出more混用的一个意见。这个大环境就已经是没有办法，但是老人一直不断的在增多的这种状况之下，那你硬是非得一定要这样做，那原本这一些服务的族群不见了，那我也不知道这些老人未来他是会更好还是更糟。吃到政府对业者就是冇公平啦。当初你最近立案的该的安全设施已经做到的。你这样本来就立案啦，也有设一个法的，你说伫台北市寸金寸土，硬体设施是最大的困难嘛，有的人都太留地包，又要住户统一这样做的，天台的问题，个无障碍村入的问题，个活动空间，又要轨天结道，最影响的，因为以前立案做迄按样的规格啊。然后又很免法一太笔钱去做。参照国外，比如说日本的做法，就是说现行的不动，我鼓励你改善。在你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去改善硬体的时候，你应该要让现行的硬体有存在，但是我们应该要去要求他的整个照顾的方式、照顾的态度，应该要呢。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我们一昧的先要求硬体的时候，会造成什么问题？会造成照护成本不断，而且是恶性的上涨。好，那很多的业者他们其实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原本他们已经合法立案了，反正现在是新的法要上路，使得他们的合法变成不合法了。那他有可能是出走，他有可能是关门，但是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些老人家他去了哪里？这些家庭他们怎样选择给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比较好的这个照顾的品质？好，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我想先请教委员，就是说，就这法的层面来看，现在没什么样解套办法。就譬如说这个旧法新法之间，它产生一些这种互相抵触或矛盾的情形，那对这些已经合法立案的业者来讲，其实他很无奈。那他能够做的是什么，或者说法律方面还能够做什么样的调整呢？我们行政院要去推长期照顾服务法，它基本上就在这个部分里面就会去规范长期照顾服务机构相关的一些办法里面都会在这里面有所规范。那当然如果说可以的话，应该是长期照顾服务法整个法案3读通过之后，来一体适用。那你到时候就不用让这些业者无所适从。其实他已经改过很多次了，87年、92年、95年
一个政府在针对这些机构的一些设施管理的一些规则里面，不到几年里面改了3次，然后到了今年，到今年的7月，我记得是7月30号，7月30号以前就是5年的落日条款到了。那如果说你长期照顾服务法在今年年底通过，明年1月就要实施，等于就半年而已啊，就半年里面这些业者又要另外去适用一套法令来对他的机构去做改变或改善。我觉得是不公，这没有道理啦。这第一也没有道理。第二个部分，当我是一个合法申请立案的业者，我依照你的这些设置机构的管理办法去设置完成，那这个事也算是我的财产，你不能说叫我改就改嘛，对不对？好，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你政府要叫人家改的时候，你基本上有给人家任何的辅导、配套、补助，好来协助，因为我想今天就是有这样的需求。好，那你政府也愿意来把比较新的思维的一些办法融入在这一个整个规范里面。那业主愿意，如果今天愿意来配合你，那其实他最终还是要照顾我们这些被需求照顾者嘛。那政府你应该要牵动人家的改变之前，你也应该要想出一些配套的方式，或是协助补助的方式出来。我想这样可以让业者基本上在经营这一块的事业里面，会觉得说他是跟政府是可以配合是一体的，然后大家共同来照顾这个被需求者。我想这样才是一个明智的处理。那如果真的不行，那我想就是应该配合长期照顾服务法通过之后再来实施。好，应该是这个样子会比较正确。好，目前那种落日条款所引发这对这照护机构所产生的影响上，马上说到位哦。不过一样，像之前非常太讲，已经无法去做合法的改变的法律，可能是变成讲如果关门，或是讲如果变成较人的地方去，都是这弄人家，还没问地方嘞。仲係一個盡做天下霸氣嚇，想大家共同面對問題嚇，想兩問題當夫妻，你先可以嚇，廣告以後繼續討論。歡迎上到全民睇片節目現場，馬上繼續為你討論嗰個刑法上路以後呢，嚟下有嗰種。把控疫年輕嘅城市以後嘅大限嘅條款，或者種嘅實施啦哈，即係一件合法嘅機構呢，可能馬上變成冇合法哈。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林理事，就是說，這些已經合法立案的機構，面對新法或者面對731這樣的一個大限，他們的因應是怎麼樣？在業者這一塊聲音哈，他是會比較常看到是說，你覺得我哪裡有問題，你可以來告訴我哪裡真的有問題，因為說實在法令的這些設計，還有無障礙設施這些。都把它牽扯都在這裡面範圍裡面的時候，業者其實他 loading 蠻大，他壓力很大，他就會覺得說，到底我自己對我自己，我應該怎麼改才是對的？你可以接受的，因為現在看起來無障礙設施這一塊是比較嚴重，是他認為說我要提替代方案。如果我覺得你自己要去看你自己的哪裡不行，比如說我可能沒有電梯，那我要去提替代方案。那替代方案到底怎麼做才是正確的？其實它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必須要委員可以通過。那這些委員。他到底能不能有個套標準來告訴我說我怎麼樣是可以過的？其實他真的是沒有的，所以壓力是在這裡。那如果說今天要講這一塊，我沒有辦法修改的時候，其實我是被就汰掉了，就淘汰掉了。我就沒有新舊的問題了，就淘汰掉。那如果我今天是可以，我可以是牽扯到說我可以修改，然後也可以要給合乎法的。這個目前5年，就5年的這個期限之後以後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哦。那會變成什麼？我的成本可能要提高。因為我床位數減少了，對，從8床到6床的情況，或7床到6床，不管，反正就是6床以下，你只能維持這樣。那你那些床位數，你不能在哪裡在擺設的時候，你就勢必要犧牲掉這些床位數，所以你床位變少，那成本是會增加，這是勢必的。還有這一筆裝修費用，我要去修改的這一筆裝修費用呢，誰要幫我負擔？就剛剛劉建國委員也提過，這些都是我自己的財產，那我是不是要重新再來？花一筆錢來合乎你要的，還有小型機構是非常比較可憐的部分是，我在台灣剛開始市場需要的時候我就設立，那時候是所謂的未立案機構，可是法是走在後面，那是民國70幾年就開始設立的這一批人，他真的是比較弱勢的哈。我們在講就是
这批人他没有什么专业，不是什么护理啊、医护背景出来的，他很可能是一些看护出身的，那可能书也读不是很多的，可是因为市场需求，他必须要来做这个，来适应这个市场需求的需要。可是法走在后面之后规范了，所以我们在民国86年的时候修法，就是有设立标准，大家纷纷来设立，然后设立也是因应政府的那个一些强制的需求，我们来设立。可是现在走到这个层级来了，又要我们来有一个落日条款5年。那这些以前也都是顺着政府的规范出来的。那我们现在要修改，那这些费用都要我们自己来负担哦，这个是比较不能接受的。这种老人家最后迄都这个较舒适的环境底部对哈，所以得到好嘅照顾嘅一种条件然后资源啊，用研发可能都心理层面上会较好了啊。但是我想请教吴秘书长，就是说这个老人福利机构设立标准新制上路之后，那就像刚刚理事讲，就是说它会产生很多效应，就变成说可能它就往郊区化去了，连首善之区的台北市的老人家都没有办法在地老化。他都没办法做好社区化，那更遑论那些资源更少、偏乡或者是那种部落里面这些老人，那他们怎么办？这个问题到底出在说法令的制定上面，它其实法令制定是希望能够提供更好养护品质啦，比如说8床减到6床啊，这床中间要80公分宽，它其实目的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哦。那老人家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是，我想我先做一个整体的说明哈，因为我们老盟是长期参与这个相关的立法的工作啊，所以当时在87年的时候，在修订86年在修订老人福利法的时候，当时确实是只有财团法人机构这样的类型。那因为当时社区的这小型机构林立啊，他们希望就是在地化。而且能够让社区的民众就近可以去找到一个安置的机构，所以那时候开放了所谓的非财团法人的设置，但是这些非财团法人的机构呢，就是所谓小型机构是要50床以下哈，那没有办法得到政府的补助，也不能享受租税的减免哈。那这些条件有所谓的3不原则，那延伸到现在，当然96年我们重新在修法的时候，又重新订定了一个设立标准。当然，这个设立标准的过程里面有几个条件，确实对于一些机构有一些窒碍难行的。到目前好像还有一些声音在讨论啊。其实除了设立标准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无障碍设施，这是营建单位的无障碍设施。所以刚刚有很多就把这2个是混在一起谈，是因为各地方政府在同一个时间大限的时候要求全部要合法化。好，那如果有关无障碍的那个设施的部分，应该回来是说，它既然已经是合法立案的，它应该有一个不溯及既往的一个要求，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要求机构在谈的是所谓的改善的替代方案。好，因为无障碍都有一个改善的替代方案的一个设施，所以这个部分是地方的公务单位或是所谓监管单位要去协助机构怎么样去讨论一个替代方案。那这部分有点复杂，是因为无障碍设施是经常在改，好，也改得比我们频率还高哈，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也是觉得有点困扰，但是它的法规是全国适用的哈。第二个是说，老人福利机构的设立标准里面有2个比较，大概是机构最难适应的，就是厕所。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设立标准的时候，确实当时没有讨论到厕所的数量，但是进了内政部法规会的时候，去增加厕所的数量啊，就是说要求这个要男厕一间，16人以上要男厕1间，女厕2间。那这个部分对都会其实难度高，因为都会可能都在商业大楼里面，那所以要增加厕所就难度就很高。那乡村地区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没那么复杂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统计，99年的统计的时候，大概有380家是1000多家里面大概有380家不符合，然后能改善的呢，大概很困难的，大概就232家，大概占了6成啊左右，就表示这个部分在小型机构的一个设立上面和这个要调整这个空间上面，或是增加厕所上面是有难度的。那这个问题好像是从那时候立案之后，就是法规公布之后就一直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到目前看起来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被解决哈。台湾公众懂哈，厕所的间数要多少哈，电梯要多宽啦哈，这个床跟床间距离要几公分啊，这些都是冷冰冰的数字哈。但是刚刚这个林理事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家属好，或者是说这些需要长期照护这些老人来讲，他们也许需要的是安静、安全、卫生、有尊严的被好好照顾。所以我想请教院长，就是说，到底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被照护者他内心的需求？你其实所有的问题，你要回到问台湾的社会大众一句话，你要不要照顾老人？
因为这个是在台湾社会已经存在的一个很大的人口的族群，需要人家照顾。好，你要照顾老人，你要付多少代价？你希望品质好，刚刚讲照顾老人是请人照顾人嘛，或者你自己照顾嘛。你做家属，你做子女的，你要自己照顾，你要牺牲掉你的工作，你要付多少代价？这个代价你付不起。好，你说我要请一个人照顾一个人，请一个人照顾一个人，一个月不需要25000块吗？刚刚说了，你外劳给那么低，你怎么要求品质？那本劳25000块才能请到一个专业的人嘛，最低嘛。如果你还要放到机构，那你起码你要照顾一个老人，一个月不花3、4万块，你怎么可能得到好的照顾？可是现在台湾的社会或者台湾人民有准备付这个代价吗？付得起吗？好，付不起，你用保险。现在你要开办长期照护保险，对，那这个就是跟今天的健保的问题一样。如果你收的保费不够，你的品质还是不行嘛。现在护理人员都不做了，你刚刚说看护当然不做嘛。护理人员的待遇他也嫌低嘛，他也嫌工作超时，他也嫌太累嘛。那照顾老人是比做护理人员还辛苦的事嘛，对不对？他们哪里只是上8个钟头呢？你说外劳是上24个钟头，你请本劳，你要分2班制好了，一个人上12个钟头，那一天要请2个人呢。所以，其实这个整个问题的本质是回来说，我们到底为了我们的老人家，我们大家愿意付多少？政府你愿意在你的预算里头拨出多少？台湾的人民愿意缴多少保费？为了自己将来老了会得到一个好的照顾，或者为了现在照顾自己的父母、照顾自己的祖父母，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要不然的话，你说法律怎么规定，设施其实都做不到了。立法是一回事啦，机构设备改善是一回事，人才的培养是一回事。可是可能最重要是整合现有的资源啦。整合现有资源，就是说你整个公家体系也好，退费的系统、地区的医院现在要转型的，怎么全部把它鼓励，它走到长照这一个体系来。第二个，你大量的志工的这种补充你的人力，你在短时间内要马上训练足够的专业人力，绝对是不行的。如果待遇不够，他也不进来的。就像你训练完了，他也不进来的。所以，志工跟民间团体的力量是很重要。他怎么去跟政策的配合，才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我是觉得这个长照保险还没有开办，但是我真的是千拜托万拜托，不要一开始就陷入过去的健保那个一开办就跛脚，然后以后真的是搞得大家，因为你一开办长照保险，那个使用量跟需求量一定大增。不会像现在只有几万个人要你照顾啊，就像我们没有健保以前，台湾的人看病看很少有了健保拼命看看病的次数增加2倍以上，一样，你将来长照保险一开办，保险有给付了，那个需要你照顾的就跑出来了，很多的老人就要求来了，他要有设施，有机构，要有专业的人替他服务，所以你如果政府这些配套不做，民间的力量不进来，我看又是一次灾难。好，目前台湾长期照护一个模式，它挺用版型了哈。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资料。好，目前台湾长期照护新住院模式，係講長照10年計劃就是講，服務64934案多。那有請外勞看護工，他們18萬3多。那文福卡人的照顧，他們有46萬3多。那根據2010年衛生署的統計，台灣有長期照顧需求人，他們70萬3多啦。哈，是講，你喺台灣最主要嘅就模式講，大部分還係大部分的照顧還是回到家庭啦。哈，這邊說機構啦，這個社區這些小型的機構，其實還是佔相對是比較少數，最多還是在家庭裡面。好，那我們就看，我們有500萬的老人潮要來了，馬上變成全世界聯合國定義的超高齡社會來了。那現在就像剛剛院長講的，我們要開始來開徵保險了啊！政府繼這個勞保、健保、這個國民年金之後，要又來一個老人照顧保險，是不是？我想先請問一下我們的這個委員，就說是不是我們將來像我們現在這些比較中壯年的人，我30-40歲，我繳了這個老人照顧保險之後，交給國家，交給政府吧，哈，將來我老了我就高枕無憂了。各國在針對這種保險的一個制度裡面，它有財源的一個設計、收取徵收課徵，那基本上都不太一樣。就像日本的介護保險是從2000年開始嘛，它是中央加上地方的政府，還有它
使用被保险人他自己要负担，还有跟雇主也必须要做负担。但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介护保险做得好吗？其实还在讨论中，很多的争议还在讨论中。那如果说我们来对比刚才陈委院长讲的说，不要再造成一个灾难，就好比说当时的没有健保，到了一代健保，到现在我们讲到有所谓的2代健保，二者的二代健保哈。那我想我会看待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长照保险，对政府如果不加以来透过更多的一种大家的讨论，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就讨论检讨的过程里面，我想我们这个长照保险，我不敢去奢望说它会有多好的一个保障这些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需求这样一个保险对我们保护的过程里面，会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上年他就推出一个新的长期照护的保险嘛，来保险迄像那个健保强让他交本政府、交本国家啦哈，都对一般的民众哈，也他对那种因为可能开展新的一种长期照护保险，其实看法面有关系呢，先看一段影片。长期照护保险法哈，无法度讲慢 Q 了下老人家4 Q 哈，因为了下老人家来讲哈，除了讲照顾哈，还有体育染看病的部分也唔拉哈，所以因为就涵摆长照保险下来哈，了下唔地政府佢了下家庭的用办因做哈，因为了下像安尼了团员，安尼会叫全民健保的钱，韩国国民年金，韩国以后长期照顾保险的钱，所以变讲重叠，一通常是强下立强下是错的啦。至于它跟健保有什么样的差异呢？其实就是一个是否医疗，一个就是否照顾。那人平均有的人人一生当中有7到8年，那有的人其实是10几年。那个负担就是我们医疗上面看到跟洗肾啊，或者是癌症，其实病人呢，那个其实就是透过一个制度来做一个风险上的分摊。等你有需要的时候，是有这样的财务上面跟人力物力的支持。个人是觉得说，推行老人长期照顾保险，在利益上是对的，也就是说，他会去照顾到目前可能在整个长照10年大温暖计划里面没有被照顾到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其实很担心，我们也纳保了，但是等到在12年我正式进入65岁的时候，我要被照顾的时候，长照保险会不会已经不在了？好，亲民的观众讲到吼，迄个高的19年期需要那种长期照顾保险的时节哈，长期照顾保险已经不存在了。我想请教一下吴秘书长，就是说，刚刚有民众提到他缴了3份钱，有劳保、健保、国民年金，现在要缴一个长期照护保险，那这一样。那这个可能的征收办法是怎么样？那真的是会缴3份钱，最后得不到照顾吗？这普遍的疑虑是这样。那你们所感受到的是，其实政府现在对于长照保险的开办，其实一直没有告诉我们真正确切的一个期程啊，也就是说，根本就是。以前只有刘兆玄院长的时候有提到说99年要开办哈，那之后就没有人再提到说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办，所以变成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态。那各国到底都怎么样处理老人照顾的问题？事实上大概全世界现在大概就是日本、韩国、德国哈，还有几个荷兰哈，几个用保险的方式来作为照顾的一个模式。那像北欧国家就用税收，就国家收了税来照顾这个老人的一个照顾的问题，所以各国其实采用的方式不同，那只是说保险是就是特定的一笔钱收来了，我就是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长照的一个使用哈。那会不会产生刚刚陈院长提到的？因为原来就是由家庭来照顾，或是由这个原来的照顾系统是用税收来支应哈，它可能会依照你的经济的状况来给予补助。但是现在如果保险之后，大家都是这是我的权利了，我不用白不用哈，会刺激很多的需求，这有可能哈。但是最近听到学者丢出了一个问题是说要给现金，好，就是长照保险开办之后要给现金，我们一直站出来反对，是说如果给现金，那长照保险不用开办了，几乎有三分之一以上到1/2，大概都去聘外劳了，而且会更便宜，外劳的一个服务费会更便宜哈，大家可能就更依赖外劳了哈。所以这个就是回到一个，就是说台湾到底要提供给一个失能的长者或失智的长者怎么样的一个照顾的品质哈？如果是外劳就决定所有的就可以取代所有的照顾工作。
那我觉得台湾是不负责任的哈，所以应该是要回到是说，我们台湾要提供怎么样一个服务给长辈是可以有尊严的老。好，而且失能的还有尊严的老，这件事国家真的要认真思考。所以长照保险的，即使提供长照保险，都应该是给服务，而不是给这个现金。给服务是让我们的这个尤其妇女，本身就照顾家庭照顾者，照顾老的，照顾小的。如果给现金，那就是让妇女绑在家里，就是继续合理化这个妇女照顾家里的责任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危险哈。所以我们也是觉得不晓得政府是不是在试水温，就抛出了这个议题哈。我想我们老人团体还有妇女团体都要站出来反对他给现金的这个做法，应该是给我们服务，让我们的妇女可以有机会放下这个重担，可以休息或是可以出来工作。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应该政府要审慎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林理事呢？您怎样从机构角度来看这个长期照护保险的开办？因为刚刚也有一个机构这个人心底话里面也讲，就是说，其实现在开征并不能解决现在老人的他们的需求嘛，哈。那您从机构角度怎么样来看这样一个长期照护保险的开征呢？如果真的他能够把它就是把它考量到很完整，然后来开办，它绝对是对于照顾这块是有加成作用的，这是确定的啊。那台湾这边呢？台湾有这么多的小型机构充斥在社区里面呢，那现在却因为卡在法的这个部分，在落日条款这个部分呢，要被限缩。那也就是说，如果在都会区里面不能设立，那在地老化要不要谈？什么叫在地老化？我势必一定要外移呀，我没有办法在地老化了。所以可见这个长期照护保险，它不能解决的问题，还是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是在需要更多的沟通跟讨论了哈。那我想请教院长，就是说，那您怎么样来看？我们其实都希望有尊严的老去，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天我也会老啊，我家里面现在也有老人家，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有尊严的，然后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品质。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当然是由我们子女来照顾他，让他觉得说，就在自己熟悉环境里面，可以过得很快乐，颐养天年这样子哦。那院长，你觉得说长期照护保险的开征，它会是一个助力？还是说它其实还需要大家更多讨论，然后或者说才能够国家的大政交给刘委员去了。我现在只想把我罗东的老人照顾好，所以我从我的圣母医院，我先有一个老人的医疗设施很完善，对失智的老人跟需要长期照护的老人，我大概可以照顾500到800个老人在我的这个辖区里头。那我除了医院之外，我当然做居家照护，我也帮独居老人送餐，然后我也做这个居家的访视，要跟社区的机构结合。所以我是觉得说，从一个地方开始，如果每一个地方的医疗资源跟这个人民团体还有志工去结合，先善用它。那当然经费的部分就是我刚刚提到，如果你有保险，可以在这个部分有足够的一个经费去支撑。但我们是一个教会医院，当然即使政府没有经费，我们也是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照顾原乡，就是原住民的地方的老人家，这个我们一直在做。所以我只能说，我们把宜兰打造成一个老人的乐园，这个变成全台湾最亲老的一个县啦。那整个台湾，但是我想每个地方都可以，也有这个需要，那也可以去做了哈。这样，我不太相信政府啦，因为这个民间做的都是比政府做的好了哈。政府只是在后面这个做一点管理了哈。但是有时候管太多，反而是这个弄巧成拙了。所以我是觉得，政府只要在它的一个基本的财源的支撑面上去做一点支持就好了。其实应该放手让民间好好的去做。我想我们5年10年内，我们最少先把宜兰所有的老人家照顾好，这个是我们做得到的事情，其他的就靠大家再去努力了。好，那最后我们就请这个委员来哈，就是说怎么样帮我们监督一下政府，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每个人都会老，现在台湾的这个老人的长期照护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不能讲严重，说这个需求越来越大了啦。我们真的要好好来看这件事情。那刚才陈院长讲的那一番话，不相信政府，我心里有戚戚焉的哈。
我记得在100年的时候，的第一个会期，就是等于是对不起，第6个会期，第7，抱歉。那个时候我在院会总咨询有特别提出说，台湾的人口老化的速度跟那个比例，而且在我的母县云林县呢，都是前2名或者前第1名。那我期待说，卫生署可以尽早去规划。就像陈院长他们现在要做的，整个针对老人这一块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医院，还有照护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可以整合在一起。那当时卫生署的署长他本身也是有医师的背景他就觉得说这样的建议是很好，因为台湾必须要朝向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积极来作为。但是100年3月建立到现在已经1年，足足1年，到现在连那个规划计划书我都还没有看到。都没有看到，我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到云林设，我当然希望他可以到我的母县来设，但基本上这是全国老人的问题，不是只有我云林县会遇到的问题。那所以说，当一个国会的议员，我当然这一块里面我会持续在监督那我当然要在监督的过程里面，我也要更大的力道。那更大的力道就是像刚才有特别提到说，应该跟民间的团体，还是跟这些愿意投入来这块领域的人，因为这都是为我们自己的未来。为我们的下一代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想站在一个国会的议员，我应该要扮演什么角色，我很清楚，但也期待有更多的民间的力量，更多的关心这一块领域的这些好朋友们，对政府要多加来共同努力督促，谢谢。好，提法已经讲到，全台湾是要重启州府嘅人口可能有70万人安多，但是政府因为目前资源产体係21到31啦，無論21啊31 70萬下來本嘅話，可能本到2-3千元安多，聽所以最看就係錢可能真嘅唔係安拉，面對馬上到104年，你是103年，變到是全佢聯合國定義嘅超過零嘅沙飛可能。錢也唔拉，時間也唔拉，唔過呢件事情一天來做，需要乜嘢人？需要大家來整合資源無論社區嚟講就係送餐啦，或者訪視啦，那種社區志工做得多，你就要來做。那不開部分呢？你照顧你不開老人家嘅時間呢？叫做要用愛心、好心、耐心、用心來做。當然政府那種制定那種政策是在將心比心啦像老歲嘅大家都面對嘅問題，過去台灣可能對老年問題冇清楚嘅教育，唔過呢個時間點開始，出面睇在共同嚟關心呢個問題，也希望大家多多留意見分析起來，作為本年嘅政府都制定政策時間，都要係嚟考慮冇同樣嘅意見作為秉承，可能呢對你未來對老年嘅照顧、養護嘅問題呢，做得到一個較好嘅解決辦法。以上係今日嘅出面睇，感謝你收看，希望大家支持睇。